歡迎光臨 Super 廚房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豬肉買返嚟之後，除去包裝，清洗乾淨，用刀將豬肉切片。攞隻碗出嚟，落1茶匙嘅粟粉，約2茶匙嘅豉油，再加入2茶匙嘅花雕酒，用筷子將佢攪勻。再放入肉片，用筷子將佢攪勻，再加入1茶匙嘅生油，再加入1茶匙嘅糖，將佢攪勻，醃大約10至15分鐘。四季豆清洗乾淨之後，我哋將佢去頭，跟住切開一段段，同埋去尾部。切完一份四季豆，再切另外一份，都係用頭先同一方法嚟切嘅。紅蘿蔔少許，去皮，切一條條。切數塊薑片同埋蒜片。啲材料已經切好晒啦，咁我哋就清洗四季豆同埋紅蘿蔔條。煲一大鑊嘅水，落啲四季豆同埋紅蘿蔔落去，飛一飛水，已經飛咗大約5分鐘啦。咁我哋就打開個蓋，倒咗啲水，開大火，落油，落蒜片同埋薑片，爆香啲蒜片同埋薑片，轉中火，將啲薑片推埋一邊，跟住放啲豬肉落去，用筷子鬆開啲豬肉，見到啲豬肉略為變色，我哋就揾鑊鏟將佢快炒一陣，跟住再加入四季豆同埋紅蘿蔔落去，將佢兜勻，約加入半碗清水，將佢焗大約5分鐘，好快5分鐘已經過咗啦。咁我哋就打開個蓋，將啲肉片同埋四季豆兜勻，咁樣就可以拔起佢㗎啦。肉片炒四季豆咁樣就完成咗啦。睇完片之後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仲有大量嘅煮餸影片，可以登入下邊 info box 參觀。